就是要叫那个声。成績我嘅聲，聲邊邊啊，即係成績。所以這個就是個有語落呀，你這個就是有講啲話嘢。哦，講講哎，他也講講。这应该拿这个钱，来，我生意不大哦，很少。我直接拿嚟已經少。還沒這樣啊？嗎？他出來有少啊？嗰邊啊，個馬拉咪先關事啦，而家更少。這樣搞到這我手嗰個牆好啊，你就笑。這個。這個現在的狀況啊，我睇下。18。微信收款18元。要個原味嘅雞蛋。好。他加了芝士跟雞柳。怎麼？微信收款10元。哦。
给啊，手抓饼。等一下来拿。好。手机不要站，要多少？手机。我看我下下来家己讲几位啦，有啲少講幾位，講幾位。那邊我就真係好想講，係啊，現在變咗死啊死呢個，死強落去咧，叫你驚。大家一齊寫啊寫！大家一齊寫喎！資料資料。可以講講。頭先講。想慢啲，想慢啲。哎呦，這裡去啊！我要撞去啊！我冇睇到。要番茄醬不？好。用不用分開裝？用不用分2個袋子裝？不用啊，好。謝謝。哦，喂，我好。唔講啊！因為你本身唔多數，你就過來過去來，即係過來點嘛過去點嘛，佢買咁大本身唔多數是說，你多數是說，你就冇變。特別是隻小餐飲即係50米就冇做嘛。我過來過10過去過10。